有看到吗？好有特色啊！对，这是卖什么啊？冰，海草冰。哦，不是说要带你来吃绿岛名产吗？要。来了。所以上面就是珍珠、花生、绿豆，它把海草融进里面。我来吃看看。会臭吗？米奇？蛮好吃的。要不要试试看我的海燕窝？好啊，海燕窝啊，海草啊，都算这边的特产。特产吗？嗯好吃。你转一的时间回去要不要买点位电炉给你朋友？点路？like present gift 礼物。Yeah, it's a great idea. We should totally buy gifts for our friends. 然后买点电炉转一本朋友。他们会很开心。那我们回去前找时间去看看。好啊。Souvenirs 呀，买的位电炉，想要买来在地的一些电炉，要回去送朋友。你有推荐什么？像来到绿岛的话，比较有特色的，像是海草制成的商品，都是我们非鱼类的商品。会臭鸦片，这个吗？感觉。刚刚那个，哪个 ？This would be a great gift for my friends and my dad. 要出公牙姑，OK， 还有牙肉妹，我们一个篮子都要装不完了啦。对呀。哇 ！I'm gonna buy gifts for my friends. 飞啊，快！买电炉租朋友，要按到电炉拉嘞呐，很够了。真的，而且我们是不是也买了很多东西？等一下要去开课 ，Ready go？ Yeah? Yeah. All right, let's do it. Do it！ 我想要买电炉，转去送朋友，你要买吗？ Of course, I'm going to buy gifts for my friends. We have to share the beauty of Green Island.